乡亲啊，恁上届日本名头的人气舞团阿文加迪过来啊！因即届啊，早来骨啊条歌，佮特别为台湾的观众设计，伊重心来演唱谢金燕的《姐姐》，蔡依林的《看我72遍》，500你是我的花蕊，这个经典的歌曲。另外，为了展现对台湾文化喜爱，因将蚵仔面线放上舞台，一边跳舞一边食面线，真正趣味的。姐姐。就被打扮跳谢金燕的经典歌曲《姐姐》，日本人气舞团 Avantgarde 用冷淡的表情和精致的舞步，风行全世界。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情节，人不爱每天注定灭，别气馁，旧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向歌曲底戏当年幕府蔡依林的看歌72遍，这一遍纪念歌来到台湾举办，周顺演，佮特别设计第8站的限定组曲。500岁歌曲对人来讲嘛，轻轻松松。那呢，伊嘛表演食台湾的经典点心。舞者食蚵仔面线的表情，真够激我情，结果大家笑嗨嗨。另外一部上好看的就是表演嘉宾的桥段。台湾人气女团 HUR 受到邀请当地跳浪手配合到888，落尾 Avantgarde 嘛带来新歌首演，规场表演热力滚滚，和台湾民众搁一摆感受人气舞团的魅力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